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世界》，我是苏眉，邀请大家踮台湾看世界，用台语了解国际大。今日节目头起先带大家来看这美国前总统 Trump 伫咱台湾时间16又搁险去互开枪暗杀，这回伊是人无着伤。正副总统拜登甲贺锦丽拢是用出声谴责这款暴力的行为，也若是58岁嫌犯已经抓到。案发现场附近的街路4月当看到警车甲警官加强戒备，包括总督探军甲小花的马丁军，警方动员大批人力追捕走离现场的嫌犯。1:30 this afternoon, call came out, shots fired. That was called in by the Secret Service. Because we're in constant contact with them all the time, we got a hold of Martin County Sheriff's Office, alerted them, and they spotted the vehicle and pulled it over. And detained the guy. 警方除了伫95号州际公路抓到嫌犯，也伫案发现场附近一个铁丝网外口发现亲像嫌犯使用的装备。In the bushes where this guy was is a AK-47 style rifle with a scope, 2 backpacks which were hung on the fence that had ceramic tile in them, and a GoPro which he was going to take pictures of. 事后调查发现，58岁的嫌犯莱恩·鲁斯登记住址是几千公里外的夏威夷。为伊过去伫社群网络发表的内容，会当清楚看出鲁斯的政治立场。除了面册封面相片用的是乌克兰的国旗，鲁斯也公开展示家己为华府到基辅4月走总，用尽方法为乌克兰招募外籍佣兵。鲁斯除了伫美国招募志愿者去乌克兰作战，也向捌伫阿富汗甲美军合作，后来走离塔利班统治的阿富汗退伍军人。后续新闻网的报道指出，鲁斯捌伫破文中讲，伊愿意飞去乌克兰作战，就算是阵亡异乡也会当。另外，《纽约时报》除了佮提起2023年访问鲁斯，讲到为乌克兰走总之外，也讲到伊伫2029年的社群破文指出，伊打算邀请北韩领导人金正恩到夏威夷度假，甲金正恩参详安怎解决美国甲北韩的基建参政机。公司新闻七家人编译。登记啦，以1200万交保的金华城董事长陈玉坤，今日阁互检方叫去问话。也若是维京集团的主席沈庆京，是因为身体无爽快，已经改互送病院2届。即阵伊的律师是申请拒保停押，也就是交保证金，也是保证书来暂停羁押。不过因为这申请的文件顶头是无伊本人的签名甲档印啊，法院是讲保件了后才搁审查。董事长，你今为什么事情过来？跟金华城案有关系吗？谢谢。北京持续侦办金华城案，以1200万交保的金华城董事长陈玉坤，16个再互人传告案，瓜文铁互人羁押禁见已经12天。委任律师陈清源透早伫台北看守所进行录检，差不多2点钟。帮他带一些什么样的东西没有？没有回应。不过各界将关心检方是不是规划第3届提审瓜文铁，还是进行测验讲白贼，甚至甲在押被告对峙。审检经顶礼拜5第2届介好就医，委任律师叶芳如迄暗道申请拘捕停止羁押。基于人道的考量，他要慎重的去调查。那最后当然还是尊重法院的决定。法院就来表示，因为申请拘捕的羁押增加律师签名，无审检经的签名第一啊，爱伫7天内保证了后再搁审查。是来补签名的吗？民众党甲立委黄珊珊最近用刀卡甲大文讲，内政部规范一般性用这奖励，上侪20%是全国拢共，而且台北市用细部计划，互金华城奖励完全无违法的问题。不过，这个讲法去有哪里议员吐槽？当他们在引用台湾省自治条例的时候，我不知道，难道不知道台北市是直辖市，台北市有自己的这个自治条例吗？非常讶异，黄珊珊引用都市计划法25条承认。当时是市政府主动认为，金华城的土地有必要帮他修这个计划。这句话是自证图利而且自证有罪而且一句话把公务员给害死了台北市政府收到了厂商业者的陈情，依法来进到了都发局跟都委会研议跟审议。
那这些也都是依法办理，并没有主动或被动的问题。议员翁建业点名前台北市市政顾问蔡碧如是经发生案稳重办人物，蔡碧如对这代志是正式否认，并表示要伫18提告。若是北检为着自称分案侦办泄露秘密，已经传5个记者到庭说明，并发声明讲相关的报道甲卷证有一寡无符合的所在，消息来源拢毋是公务人员，侦办团队无泄露秘密甲侦查内容。记者综合报道。中油公司北斗交流道附近的地下管线是发包予厂商修理，不过这管线说是去互挖破去，造成柴油漏油，甚至阁去污染到家人的大埔轮溪。这现场毋若是臭面膜，一直到今日溪面也阁一直有油污铺伫领头。环保局是下令中油7天内就要改善，后续卖照法律甲因开发。加柴油的锁仔揪起来，出动吸油锁仔、吸油棉片，工作人员共步清理，赶紧善后，全部是柴油的污染。现场的臭味一阵阵在地居民甲店头闻到头痕目暗，一直咧骂。刚油讲老油啊那俩，就那个味道很重啊，然后出去外面看那个就是油一直溢出来啊。那熊熊漏油，原来是中油公司发现地下管线有燃料油渗漏，发包改善以后，毋过包的厂商15到场修理，又搁挖破管线，造成柴油漏油，甚至流向家人的大埔轮溪。这个工地是我们中油公司基隆营业处在进行一些管线的改善的时候，那委由厂商施工，那厂商产生的一些失误，造成了管线有去做了一些泄漏，都惊垃圾油污染扩大，中油公司得到通报，遂派人处理。经过环保局采样，虽然溪水内底无验出重金属，不过相关的行为牵连水污染，也影响空气品质。那下令7天内要完成改善，也被裁罚。有部分油脂已经有溢散到七贤桥部分，七堵七贤桥。那中有部分也在七堵的七贤桥跟重治桥那边有设置燃油署。那我们依照水务法30条的部分，我们会裁罚中油或其相关的单位，裁罚3万到300万。在修理的过程，突切颠倒和漏油恶化，除了水污罚，罚上悬300万，空气品质也超过标准。居民因为臭味真困扰，所以该食一张10万块起跳的罚单。记者综合报道。国内外还有啥物重要的消息，咱做回来看。在台中早暗是有一个1岁半的查某囡仔，去钓的时阵，竟然是对喙鳞屙出银杆啊，甲7头物啊，怀疑是无气死亡的。而且佫发现讲伊的身躯顶是有灼伤的，甲5岁新的面母无执照，检方审问了后3万块交保。接落来看这高雄的拿卡会，一年是办3场，早暗第2场起过，说是发生真侪意外，有大头家讲去收着假钱。另外，还有民众买面线转去厝食，食到一半，竟然发现这碗内底是有糖。卫生局稽查落发现这环境无合格，要求业者改善。上尾来看这中秋节天气，东半部云较高，可能会落雨，看袂到月娘。但若是大台北地区，差不多是有5成机会会当看到月娘。另外，这新竹以南、澎湖、金门拢是侪份好天，台中、高雄天气嘛拢真好，拢会当看到月娘。加拿大航空甲机师工会经过15个月谈判，暂时达成协议。这航空公司是答应4年内甲机师加薪水加46%，化解一场大罢工。另外，这美国的波音公司嘛是对顶礼拜5开始到3万多人咧罢工，同款嘛是要求要加薪水。外国媒体就讲，若是这批工人继续罢工落，波音要交新飞机，恐惊拢会签着。加拿大航空甲代表所属的联航加拿大红色航空，拢总超过5200机师的国际航空公司技术协会。在经过15个月的谈判了后，赶伫当地时间15，也就是发出罢工通知的最后几分钟前，暂时达成4年协议。不过，这项协议内容目前保守秘密，因为要听候到后个月工会会员投票了后，才算核准通过。双方的谈判过程也互旅客目真紧张。It's quite worrisome because I'm here and how will I get back? It's a little far to walk.
加拿大航空目前飞行47个国家，所属的670个航班，平均每天载运11万个旅客。国际航空公司技术协会是世界上济人的技术工会，一直拢伫咧推动为加拿大技术大幅度增加薪水，目的是要甲美国技术的薪水会比平哩。技术工会讲，即届协议上届关键的是为技术4年加薪46%，这为所有的各项技术带来19亿加币，差不多446亿台票。另外增加薪水，毋过伫过去1礼拜，加拿大超过20万间企业团体烦恼航班停飞会严重冲击经济，拢要求政府介入，毋过去互总理杜鲁道拒绝。So I know every time there's a strike, people say, "Oh, you'll get the government to come in and fix it." We're not going to do that. We believe in collective bargaining, and we're going to keep pushing people to do it. 16年后，美国航太投人培训公司第13个面临大罢工，差不多有33000个工人参加这个行动。培训伫新的合约中，爱4年调薪25%，并改善医疗甲退休金补助等。不过，工会是讲，为2008年以来，公司的起薪都毋捌调悬，根本无法度支持生活的成本，所以以95%压倒性票数否决这项协议，并要求资方爱为因加薪40%。公司新闻深入背编译。罗西亚、乌克兰的战争犹原拍袂煞。乌克兰顶个月拍入靠到罗西亚的库斯克州，罗西亚即阵嘛开始反攻。目前这乌克兰东边的战线是增加真热烈。未来这双方敢有机会达成协议，暂时停火？库斯克州前线情形可能就是关键。往回乌克兰苏梅市的路变作乌军进攻俄罗斯西部边境库斯克州的起点，攻击行动到即马乌军步伐拢无停，代表行动的白色3角形标志四界看得到。我即马徛在离俄罗斯差不多5公里的所在，虽然即马看起来真平静，毋过看到路的乌军的车队甲武器一直进入俄罗斯的领土。我近俄罗斯边境的砖头尤纳基夫卡，当地居民对攻击迄间的画面记忆也真深。Звісно, пам'ятаю. Цілу ніч наші гепали. 遮本来有上千人伫住，即马敢若剩20人。有居民虽然想要撤离，毋过欠缺经济资源，只好留伫断水断电的厝内。Нічого не помінялось, просто гради не летять. Ні, ну понятно, потому що ми прикордонна границя, нас завжди обстрілюють. Хоч так. За військовою логікою так би мало бути. Але Росію розумом зрозуміти неможливо. 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讲，这届库斯克州反攻目的是要建立缓冲区，并分散俄军伫东部边缘。毋过这个月，俄罗斯除了讲已经收复部分库斯克州的土地，伫东部前线嘛，互乌军陷入苦战。特别有安军城称呼的普克罗夫斯克是铁路甲交通大城，属有重点战略据点。目前俄军已经步步进逼，乌克兰要求5万多人紧急撤离。I think recreating this trust and this attention in the West was what exactly politically was missing since the latest setbacks of Ukraine. And indeed, what played out in Kursk in these 3 weeks, I think created certain pressure on some Western governments. 这届库斯克州的反攻是俄俄战争输赢的关键。即马俄俄双方拢提出和谈的意愿。德国总理嘛表明，第2届和平峰会，俄罗斯嘛应该纳入。双方安怎退让达成协议，还是达成暂时停战？国际社会拢伫关心。公司国际记者陈彦婷，乌克兰苏梅市的采访报道。当年的9月16是日本的敬老日。根据日本政府的统计，全国65岁以上的老大人人数是占总人口的29.3%，等于就是要挖近3成。加共是有3625万人，这个比例是全世界上界悬的。而且日本的老大人也阁有咧食头路的嘛真济，是有914万人，等于是4位老大人当中都有1位也咧食头路。即阵也无退休的时代，有真大部分拢是因为讲，干那靠政府的养老金，根本都无法度过日子。科技咧创新，人工智慧 AI 毋是干那少年人会当用尔。日本有一个89岁阿公，就靠 AI 设计出真侪款专门互老大人用的手机 App， 会当提醒你出门爱会记咧载物件，当时爱去互医生看，或者食老的生活搁较利便。75岁大官要出门进前，拢会开手机的提醒 App， 到3工检查出门爱载的物件。
いつも家内に、出かける時にスマホ持った免許証はっていうね。でそういうこと言われているから。車の鍵。自从手机装这种 app 了，大官就无需要人看手一直提醒，也未出门了才想着讲有啥物物件袂记得查。大官一个逐工使用这种训练喙部肌肉的 app， 斗相共伊维持步的功能。不过设计这款生活 app 的人年纪是比大官要搁较大，89岁铃木富二，伫10几年前就开始学手机停息的设计。伊讲一开始是因为伊甲假喙齿袂记得一个新干线，会开始有这种想法，规气家己来开发自我提醒的手機 app。好きですし、新しいものが好きですから、それで自分でアプリを作れるんだということが分かって、おまけにそれができたらアップル社が世界中にあっという間に売ってくださると、これが大変な魅力だと思ったわけです。铃木伊家己年纪大，也知影其他老大人的需求。伊进前到寮去看医生，医生叫伊爱记录放尿的次数，不过敢若用头脑记袂起来，伊就开发这种记录工具，因为真方便佮实用，是铃木上受欢迎的 app。每礼拜下载次数要加30遍，连因大兄嘛爱用。それでまたその体操を続けるとか何かに役立てようと思って。そういう記録を取ってます。铃木认为，生成式 AI 用自然语言，互老大人要学也真方便。只要掌握到撇步，老大人也能了解并且善用科技，创造家己退休的趣味。公司新闻张淑芬编辑。当年的8月中到10月底是法国海外领土普利尼西亚小岛看海岸的大月，有真侪游客是坐船仔出海，甚至是走去畅水，目的就是要甲海岸做伙受水。不过专家嘛烦恼讲，这观光客哪来哪济，就会去影响到当地生态。随导游记的所在看过去，一只海旗跳出水面，一直发出惊呼声，游客赶紧提出相机翕这个精彩画面。当年8月中到10月底，位于南太平洋的化学波利尼西亚，对吸引袂少母的海旗来这片温暖的海域生囝饲囝。港的海旗也伫附近陪伴，所以这段期间也是当地收海岸的好时机。Non, parce qu'on a la chance d'avoir des baleines à bosse qui viennent près des récifs chercher justement du repos et du calme. Elles essaient de fuir, en tout cas les femelles essaient de fuir les mâles, donc elles viennent se protéger, nager régulièrement le long des récifs. Donc ça permet de partir sur une zone plutôt en parallèle de la côte pour trouver des animaux. 更加爱冒险的人，还可以当穿畅水味的装备，甲海岸当地受水。当地规定，无论是坐船还是畅水味上海岸，上限距离是100公尺。可爱伫注册导游的陪同来进行，以免海岸受到过度的干扰。海旗升长会当达到14至19公尺，相当会当达到40吨，看起来笨笨当当的体型。一点仔也无妨碍伊跳出水面受敌机，而且若幸运，还可以讲听到因伫水下面唱歌进行交流。不仅带海洋仔囝同游的画面，更较互人学到大自然母爱伟大。也毋过专家烦恼，伤济人类活动甲船只的噪音，可能会对海洋造成伤害。Aujourd'hui, il y a beaucoup trop de bateaux sur l'eau. C'est vraiment le dérangement dû au nombre et donc c'est limiter le nombre de bateaux autour des baleines et des dauphins. Et c'est une gestion de l'environnement, une gestion de l'activité qui doit être opérée rapidement. 专家呼吁，虽然小海岸柜提供游客观察海旗的上好机会，不过也是爱遵守。遵守规定，还互海岸适当的生活空间。公司新闻站回面编译。泰国曼谷一间野生动物园，最近是有一只2个月大的河马真青，网络顶是有真侪伊古锥影片，写真侪游客来甲看。伫泰国曼谷东南边的绿山野生动物园，有一只名叫做大跳肚的母的祖鲁河马阿姨啊，细细只身体圆润润，保育员敢若是安达天幕同款蒙叶下海，实在有够古锥。大跳肚有当时会向保育员使性地嘴开开，想要甲夹伊的手，去不别的情景，互人看了就好笑。这款画面经过社群媒体传播了，互大跳肚变做网红名称，逐工拢有真侪游客来动物园要看伊。动物园表示，伫最近礼拜假期来园的人数增加要到2倍，
有游客一早起7点就开始排队，像伫咧开园的7点45分进前，等咧要买票，入去了就直接走去河马区排长队路长。红园方重新规划参观的路线，互更较侪人会能看到这只大跳猪。这2个月大的大跳猪，伊的相片伫咧社群媒体是4月传，所以动物园也做一寡正古锥的图，定期伫咧粉丝页更新。也使一寡大跳猪的周边产品。大跳猪是立山动物园上老的河马伊的查某孙，这种诸如河马是濒危不整。根据国际自然保育联盟的调查，目前全世界只敢出2000多只。日本爱知县长国市一间动物园的南非徛河片奖，八月底伫咧动物园方面安排的消暑活动休闲的受水，因5尾因为伊脱队孤单一只走去海面上，动物园方面是开始救援。因过山拄着风台闪闪，一直拢无找到片奖，因阿所发出的协助找寻的通知也一直拢无回报。这只6个母徛河片奖伫动物园出世，无长期伫咧海上活动的经验甲救生的技术，本来就是讲无啥希望啊。要伫咧吹背接到通知，讲伫咧45公里外的海边啊找到片奖。动物园替片奖做体检，发现除了体重较轻以外，其他拢无大碍。因若片奖伫海上漂流甲2礼拜，一个人平安转来。动物园方面认为应该是风台互船无法度出海，较无互船弄着甲希望甜着的风险。因若创纪录的降雨量，提供其水源甲降温的方式，所以才会当平安的倒转来。公司新闻张淑芬编辑。感谢您收看今日的新闻，世界通，我是苏眉，咱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再会。